我人家说你没去过，为啥别去过别在来可那么别个？如为啥别去嘛没计划那么别个？一里面头骨头你只啥子过别？你只理智过去我一里面头骨头你只啥子你只理智的是你说你没去嘛别个？还咋都？你说喽？一里面头骨头你只啥子？你只理智。一里面头骨头你只啥子？你只理智，木里边人家提两遍，我那两个是用个对来了。有话嘞，提了白了。咋个你做盘呀？技巧咋个你不都他去看？先做盘米，一先做嘛不都他去看？做波米，一波嘛不都他去看？去看说呢，明年过你这面过嘛的，对做嘛的。一下嘛约束，有话我俺嘛的咋子是，我的什么不都去看了喽？俺那边呢，我呢对面是的看起了的，有话嘞白喽，我不对嘞。爸爸我上次在沙漠飞嘛，你的嘛那过，农民家管我都只吃了是那边去过边我都摘了，我那忙了，是什么还能你了，我都在忙个嘞，农里我都在设置的什么，农家工我都在忙个嘞，耶稣没关系掉喽。然后学个木瓜嘛，那话里边，我本嘛他妈嘞，弄好啊，是怕耶稣那瓜，电脑嘛比如在那边木瓜，学个木瓜外面给你弄嘛。为了你说的话比一起木子你晓得呀？为啥的什么不都去看没听白打了？嘛没知的话，还是不都提了白嘛一不抓了啊？你说明年瓜，我伢去看嘛，过一边事情忍住，这嘛的是去看了啊？不花根本面说明，一不花嘛面嘛过边，一去看就一做了。10年就说明10年过边一去看就做了。我伢啥得老板没啥嘛，我别去看就个做人啊。我那也是唔做嘛，那是选唔做嘛，别我们那，俺们就是去看的人啊。为了你去看老板们呢，别去弟弟他们家做，那从啊他不约。去看老板们家嘛哈，他们家做生啊没，去看嘛就嘛家去白海，去一海。像我们伊拉哈，我伊拉嘞，哦，这哈你，俺妈是啊，去看嘛是。你说这是也嘛一不啊，只光啊没去看老板嘛，那说提破门啊，提破鱼瓦里个了。为了你嘛没提过呗，肉肉嘛嘛，阿里白白呢，有提看伢里白白呢，咋个你不都他去看没提白到了？伊里面图挂。不推你这啥子，你这里只推你这挂，为啥嘞？如果你个大嘛呢？去看书办嘛难过，有提课呢，咋个你不都他去看没听白了？明年过嘛咋个你呢？一共啊喽呗，嘛没咋把头提推嘛吃桌子个肉在白个了。吃桌子呗，吃黑子瓜里白白呢。我呢我之前的推了白个，我呢咋个你他妈没了？我后天就是啥了？我第说我他不得可家了。我你妈呢咋个你别是你啊面说我了？哎，老板呢咋个你啊面做你？就咋不喝到没啊面做我？啊没是你面了呢？以你咋什么呢？面了我明白了。我说你他妈也你不？你我呢是你大嘛不多，我呢什么过嘛来没比差老板不多，你他去看了。我弟说了么里边么呢？我呢后天就是啥了？我第二个嘛，我弟啊芝麻的是啊可大了，啊可咋子了，啊可死了。我俩俺们一老爷太说么嘛呢？是俺们呢？这里边什么大嘛、古嘛什么呢？之前的是一季过，之前的是我一季得不着呢，就咋个很多人啊？是你可大呢？可啊面花你没你那个？是你可大呢？可是你他妈的在俺里边去那嘛？可不可？从某部是你可不是还没的可咋？某路还没可啥方面一打，某路还没可啥方面一打，啊是就这么吃。我俩没事，你是送不人家贴了么？过来你，莫路啊没事，你我别也，啥话没啥哪里咋个抓里一抓，这没得什么事，我俩往里边一抓，是你不都一打子我摸一打，还可以直过。我俩你的话，俺里边把你说啊，把呢，去看书呢喽，咋个你是你不都，他去看呗，为啥里白到？语嘛差别没白，他去看别白到了对不对？我俩你的话里白呢？
是你灭了呀，你啥灭啥嘛，我只灭了喽。我人家投诉没巧了，别的让你都中。可看嘛，就一几年是你的少光我不办呀，侬说的嘛，别侬死了嘛的嘛呀，侬别恶劣都别来。为了你的话，妈咪咋把头石头吃做这的别说，一下说可他也有，咋个你做说别了那么可他下去。侬25年，侬几千点没一次喽，别的不拉什么，这么头嘛，手术不拉什么呢？摸着是的的咋不来我去？明年我不路边我摸着是的来去咋不离过嘛？我去多了，我绝不把了嘛，我低收了摸的别是，咋个你做那么给他下去了？错答应那么给他也了，没了就几千的，20块。如几千的是过一起都是可看嘛，咋个你是你的是过一起都打嘛就呢？没的别的多了嘛。这话做的头部把头照了啊，可大了一头部嘛，一头不多了啊，妈咪头部了嘛来运你事了，听你做的一头的不播了，拿出时间呢是撇拉，没不会呢，拿出时间呢，听你撇拉老板嘛的不那么时间呢别可那的呢，10年那个别话。掉了这掉几个是看来就来补那的，我掉10补不弄嘛，那做10干那年别我才拿到东西了嘛。如几千的是块一起掉嘛，4年咋过年啊2块呀？如在没制度，如在无合理制度的去哪了？为了你无啥里边嘛什啊？咋过年不都查可卡别来别到了？俺们意思的了错不？可咋过年4年到？为了俺们，因为咋过年4年的时候一起都是可卡不的呢。多的了，你如果是做哪个啊？没做，做白哪个没做呢啊？可大，无啥你了嘛？你了嘛？不下，一咋个你别算？哎，昨天你演那天撇了关人啊？如果昨天你演那没得晓得撇了关人，我天你没在演呢？昨天你做你别嘛？一就咋大嘛？别一个天，那是赢了。我俩俺们无啥的某个那么的措施，只你打死一个天，天你撇了关人啊？别嘛子，无啥没做了。我那年头之前咋过年做那个了？我那美国嘛的可看没到，一直都没到。你妈的妈的别问呀，下做嘛不都他可看了？除了那不但没变哦，哟，40的没变哦，20不都下做嘛不都他可看没变？是下头下做地里嘛，就啥么说拿来了呢？下做呢，一下做嘛的嘛呢？一打嘛我别俺了，一几枪俺了别丢咋是呢？无啥别去的嘛那是无啥的哈就听你挂。一下把来了，我啥的一点我嘛他吃不到了，一吃到了，我干嘛吃你下把来嘛？但是我啥的他一般没得一个嘛不多，一下把来了。我的年时代本就是我啥的哈家嘛俺他不呢，如不是的嘛就呢，如不比如出租车票嘞。我的你们个天下我这啥叫的呗？下做嘛不都没花来着，得款嘛不都没花来着。耶稣在路上就呢，只你我别花了我别。如非怕不都木过不说的不大事，他妈意思很多人啊！你说去脱离去做学的嘛啊子，即使是现在嘛是你也知挂，如下装嘛不都么啊？如晚年嘛不都么啊？如这块嘛不都我咋什么哎？无啥的路嘛不都无啥的就在火锅给点嘛了？啊，说么个在那我能做饭我啥都要过点啊？富啊，可嘛分别可啊，个这个米和哈里似的无语巴郎啊，可就这么啊？我在富。风啊，可哈么嘞啥下？你下啊没风嘛？提下1万10万，你有了多么似的样啊？啊么你这下啥这下白后，啊会得不嘞？谁给美国的干部错下过往啊没风不？就别不管，哈那个一做了的确车一个说子那子，几的罢了。啊么别人啥里吃，啊么还老有实的多他，啊是不多？热些话，但是我已经没得到啊，无啥嘞和过个点事。随便分嘛分别面积贵的，你一大嘛吃你嘛哈别面积贵的，为了你阿妈的是我一起都两百呢，无啥的是我一起去查了我们的路嘛，为了你自个别嘛头吃水的话，无啥的意思的了，错不了的嘛是。夜里我第年一起抢，比如阿姆灭了这么大，结果灭了这么大嘛，你说是多啊？阿姆灭了这么大，这样。阿姆面了那么比如一斤没挂，把现在一斤这么大，阿那边人家有花的弄的，弄完家过去就挂去吃了嘛的斤的比别个高，一年嘛破斤那么一斤吃比如咱们面那么大，
一节吃普遍是面那么大，这里别了，啥事？俺木面那么大，俺木外面呢买的越来越狠呢。万一什么呢？我买啊面做了呢，为啥呢？还得不嘛你嘞？阿拉为啥没一张没我得巴拉吧？我来买面做嘛？阿拉为啥没一张花了吧？我不是偷偷嘛做嘛呗？确实是就在绝对那么不多，为啥的哈几那么不多？为啥的不是？弄我过了话，俺木面那么大。几千小娃比了呗，为啥的有没呀？为格两嘛的做嘛不多？你妈他妈要是俺们呀，弄我在后头里怎么弄我的嘛特别格里怎么？咱们面了这么大，这样的呗，普通市场面了这么大，就嘛伢是的在绝对那边呢，为啥的嘛炒，干嘛的在绝对那了？我来你为啥的就在不嘛是喊你和过的嘛的嘛呢？为啥在肯定你不懂啊你？为啥在嘛你的？阿里呗，啥子怎么蒙啊？啥么过来怎么蒙啊？如为啥一让你不是喊你那过呢？非得两嘛的嘛呢？不蒙哎，是蒙哎。非得两嘛的嘛呢？为啥一你的那过来嘛的嘛？非得了啊？我来你就话，为啥里边嘛呢？里边呢？弄我呢喽？写做了那么啊？可他写的，还是不多写做了呢？为啥写我的？米里个过喽？你说面比如那从业的干了啊？对着我很多比其他没啥多装备呢？为啥的？阿拉听你妈面话呢？的差多。我来美国特别标不啥退休呗？你我得呗，可标的装备呢？妈咪就装备对着吃了时候呢黏度。啊，为啥来这个瓦头裤装备嘛呢黏度？还是不懂啊？呗呢？若平常嘛一个在出事为啥的咱俩话嘛的嘛呢不理贵？现在人家妈妈每天你我听过来没？我做怕呗，这个快就要标上来呢，啊，一件装呗，还挺个嘞。我来你若平常嘛你古代马路呗，为啥一些我带我不可能干了？我来你里边现装嘛不都他可卡着？这点嘛里边我嘛不都没他可卡呗就不要红啊！啊说一厘米头瓜，是吧？意思带我的嘛原来，初步接触嘛伢子。哎，有我喊你我伢咋做呢？啊，可听都懵了。咋可做事的嘛做的？咋把过了这么多年里边人家我个苗那伢咋啥点啥啥我咋这么多呗我？没什么木了我来我咋这么多了？咋把过这么多咋做？哦，他妈哪里咋过到？我刚起床我，为啥么个咋了哈？那伢咋了？我干嘛意思哎？可开一节的时候一直对，我就没去过。为啥哩？还得啥的？就一点做嘛两么个了？刚才说起的说那个了。我人家是的呗，去看了别嘛的嘛呢？侬不都没他去看啊？富华比那么面做呢？干起呢？富华比我们呐？初步俺些你嘛啥都听个面了说面做呢？如今咱家初步伢是我是咋的咋吃呢？都就是你，如今下子伢没做我啊？这个的话的说你说嘛？我伢天天嘛没了伢打我是伢鼻子了被白没，俺天妈没了你喏，这就是菜呢。他们伢说听说的听说是你那话，听婆我就不做呢。你快10了嘛，那从哪我们做啊？我说你不都他可卡着，也骨头我就去找我来呗。啊个，那我粗不，那我的亚拉那么咋啥都过呗，啊吃就是苦多嘞，不是？粗不呀那听了个来你别嘛忙啊是。为啥的一节嘛都特别去吃我干嘛的？一节都是呢，啊吃就那么多的讲我了。侬比如没得吃过吃嘛做嘛呢？啊吃就那么我了你我嘛不都没他可卡，我了人家是不都可卡，老爷嘛吃过来呗，可卡几做嘛呢？一厘米里边嘛可卡片嘛呢？可卡那干嘛呢？你咋面过嘛？就可掉了，因为这个。为啥说但你咋面过了？别嘛去去嘛，莫过头过肉你，哎面都没人啊！一年咱面过么呢？就是得帮忙老爷，为啥呢？这里如特是个有集装不多，一年咱面过么呢？就是得帮忙老爷别嘛，哎面的不带，哎他妈多不动这个不当么啊？实下头个不当嘛啊，今年有我来去多做事可咋么的嘛的？为啥哩木个那么的不到了？为了你，我的说了木还你过来么吃？你把我的到还你光啊没？为啥你咋面过么呢？就代表没哈接受，就代表没哈接受。为啥你的那小被带了？为啥你咋面过么的小被带了？怎么头黑推过来呗？啥子我这个不啊？
我啥女你伢子，啊没哥哥的怎么办了？木瓜子都和哥哥的怎么办了？18月说，5度月说，2就说，阿里是俺们，是俺们，想俺们，没事嘛俺们，过对家来嘛俺们，俺家个都过都没鼻子个两俺们，你听那边个咋都没做个两俺们，为啥嘞？说但你咋面过嘛？1年你也说代表没哥哥的子，别的别到了，就嘛伢一步差么人情哦。我说你为啥1年咋面过嘛伢？肉的是瓜，个到了。肉里就得到嘛啊，为啥哩做在个啦嘛哎？啊，面花瓜肉也得对着过了。我你奶奶话妈咪杀腿嘛嘛不多，因为今年家里俺们为啥我来老早嘛，我来跟我就俺们家带面皮，我来就是家伙就是给你挂皮呗，让面花瓜得对着过了。肉的是我一起嘛得呗。运气过被日你不都弄啊？下面怎么忙了？几千过被忙啊？不是？我说你为啥你说的你那么他忙啊？没弄几千的是一斤不得的，弄完呀起码是1毛钱。我说你为啥说的你那了？说的跟我就搞老板嘛，20的是我一斤得的呗呢，1年的是我一斤得的。我说你为啥说的你那么样嘛？不理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为啥的你女是有人觉得嘛？在手是一面结果能力那么嘞，用钱了不是？我说人家这里边一下嘛约束为啥女的什么不都去看的喽？对着嘛一下嘛的手里嘛不都去看？有话为啥女的手里嘛不都去看？没得里边到了。人嘛头生活对知识这块里边，我说你为啥在某边呢？一说那个我呢去看都做了呗，这都不落里边到了。明年初日日嘛的嘛做嘛去看都做的做了。我们家说啊，为啥也没得什么不都去看嘛了？服装嘛不都去看？为啥嘞呗？侬比如个你我都一怎么做我不是？咋个你不都去看？咋过年要被弄蒙样我们说，侬小娃不都去看？为啥嘞？侬小娃在蒙，侬小娃这边都在蒙一张我们说，20不都去看？以后话为啥没得什么不都去看嘛？他妈呢？若不别个一片去看的了嘛？我老百姓，我说你说呢？啥比过点别俺们？若呢以后话为啥也没得手打嘛？我们不都去看喽？没得办事。我可还是妈没这的这做。这都我喊你过，皮特别有项目，我这些我对的，咋地话就是嘛咋地嘞，还得个嘞，学啥嘞，前面就来地的了，还得个嘞，嘛弄苗嘞我呗咋地的我呗去吃的吧，我看下那时候付了账吧，艺术没么做那样嘞，我人家是把艺术一直都有项目老皮条。路人家俺那吃那个是，我怕别人家所谓别人家的俺那吃我来个，在铺就是那边铺人家骗不对，就那呢，个嘞，其实什么我被我录的都一样，俺明白嘛？我那里面就是说个啷我被我录了，因为我老人家是俺别人家不忙我录的嘛哎，铺俺是10俺是的是，个嘞，知道皮对吧？是不是？我那铺什么做不是？我那铺什么做？我里面我那做完那个不是？那是做。那啥的是耶稣名我拿来做，耶稣名被那读来别个人读了，我结把我被咋地你给我被理由，地咋说你给我被理由，他妈是不懂啊，耶稣名做书一过了我爹妈不懂啊，我说你做的辅助不去，使做不去，做的做嘛耶稣名的嘛呢，我你的来了，侬拿来拍几十我可，当然我怎么可给到了，侬啥都做耶稣名我被我可，为啥都被掉了？侬10个我都可学国家，为啥能被替我掉了？把嘛咱们去做了？就嘛得苦的那么别个是把耶稣呢肉的也没肉的给到了。侬我美国边10点美国嘛我演我嘛耶稣也没他妈都没到了。我说你如去看多少20不懂啊？耶稣没他妈的什么不懂啊？耶稣没他妈的侬一分别车嘛呢？耶稣没他妈呢一分面分别车嘛呢？无车嘛呢？那么差，侬比如师傅就在破下巴了。侬啥那个多做那个嘛，啥多就在破下巴了。说侬咋过呢？侬也那么面做了。
no bua ma yim na ma mya zo lo no sha zo ma yu ma na ma mya zo lo no ka ngo be de ma yu ma na gwa mya zo lo lo ya ma de sa wei ji de da yi hu hua wu sa yi mi de se ma bu du可看的喽的吧是你就是怕耶稣yi mi de se ma de ma nya zo bu bi ge fu ge du我了你说耶稣是不是很年的话就第三年啊是怕耶稣嘞符合么个地呢适合么个地是个地呀别呢yi mi个地no ngwa mi kwa be di na ma ngwa mi kwa be no la ke ti yong no ngwa mi kwa be ba ba da shi cha nya gu ma di be ni是把耶稣的耶稣mi ke di耶稣mi他妈逼着是错啥别个没错不别个没逼着是啊fa mi ke di ba no yum ko ba no pai gu le ni gu le mi耶稣mi他妈nya错啥的我快没无啥难了错不我快没无啥难了啊mi kwa kwa啊mi kwa kwa如果苦不起来，为啥子在一直的了？如果苦过你个么哎，也是一人起码做的是我比人才，做一起做的是我一起嘛得当啊，做的是我一起嘛得当。这个话说的是怎样啊？做白做了不过了光没啊？客户呢？可时刻我被利益上面做呢，俺妈是不懂啊，人家那个喊你们啊是，有我苦听你个么是，我也没苦是，为了面跟你们是啊，无啥利益的你那么不多，无啥。人前一的时候怕比着，我来你们可关注苏州来过点马上啊，阿妈可卡没，无啥那个可卡，这下咋过你的一直打的，这下我嘛的一直打的，这下生你的一直打的，自己做嘛别做分那干嘛别可卡几做嘛呢？有话无啥没不懂了哦，你我那这里边阿面别无啥没有把那么的忙阿没，无啥一人去不懂了。你说这个是里边点么么没，无啥一人去不懂了。你说这么的没有个点没得了弄巴拉么没，是怕耶稣不懂了。我说你阿只一接了多过来呗，是怕耶稣来过来是。阿只是怕耶稣来过来啊。侬出去我就可好么了，老爷来多来过来，是怕耶稣在里过来那个是。侬师傅他妈骗了，老爷是怕耶稣在过来那个是。阿里是管侬姐姐，侬做绝那个去绝这个马上啊，是把耶稣的是过来啊，是把耶稣的是管侬嘛做绝那边，侬手里边侬我嘛边侬写话的是管侬绝一讲我不问呀，侬别个哪嘛呢，门一都就写着了。为了你说呢，以后话无啥也没得，什么不都可卡属于嘞呗？你们可过无啥别可过别再来，可没得过钱，我把它实在是把这两嘛么子。